社论：为何客语节目主持人总爱讲华语？从客语广播主持现象谈语言的专业与尊严。文理文焕，笔者每逢周一为个案进行复健时，总会顺手打开客语广播节目，让语言自然流动在空气之中。那不只是陪伴工作的背景声音，而是一重钱在而日常的课程，让客语被听见、被使用，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记住。原以为这样的陪伴能带来熟悉与安心，然而长时间收听下来，却一次又一次感到失落，甚至寒心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在某些被明确定位为客语节目的广播内容中，主持人却未能成为语言的主体。节目里，来宾往往能以完整流畅的客语表述观点，主持人却频频退回华语，只在零星时刻穿插客语词汇。这样的语言落差并非偶发，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状态。更令人错愕的是，这样的情形竟出现在拥有金钟奖光环的广播主持人身上。这已不只是收听感受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关乎专业伦理与公共责任的议题。一个被明确标示为客语节目的广播节目，其主持人理应承担语言引导与示范的核心角色。主持的专业从来不只是掌控节奏或营造气氛，而是以语言建构场域，稳定输出内容。来宾可以背景不同，语言能力不一，但主持人若长期无法以客语完成完整论述，甚至仰赖来宾称其主要语言内容，那么节目的语言主体性便已出现根本性的失衡。当节目逐渐变成来宾在说客语，主持人在翻译或附和，我们不得不诚实提问：这样的节目究竟是在推广客语，还是只是借用客语的名义完成节目包装？谈到这里，金钟奖自然成为无法回避的关键符号。不可否认，广播与电视奖项的评选本就涵盖节目企划、制作完整度、主题设定语设、会议意等多重面向，语言能力并非唯一指标。然而，当一位语言能力明显不足以支撑节目主体的主持人，却因金钟光环而被广泛肯定时，这样的肯定是否已在无意间模糊了语言专业本应存在的界限？对那些常年在地方、在社群、在教育与文化现场默默耕耘客语，却始终缺乏舞台与资源的人而言，这样的落差无疑是一种难以言语的不公。当奖项无法清楚区分节目成功与语言专业，最终只会让真正投入语言的人更加边缘。然而，最令人心寒的，从来不只是不够流利。语言可以学，能力可以补，真正令人失望的是看不见主持人对语言的自我要求与持续精进。若长期停留在华语的舒适圈，只在必要时向指性地使用客语，却未展现将客语视为自身专业核心的决心，那么所谓的桥梁角色，终究只会沦为占据公共资源的位置。在语言快速流失的时代，每一个以客语之名存在的节目，都是极其珍贵的公共资源。它所承载的不只是收听率或曝光度，而是语言是否能在公共场域中被完整使用的可能，是文化是否仍被视为需要专业对待的价值。客语不是舞台上的装饰品，更不是通往奖项与名声的捷径。它是一种需要长期投入、持续使用、反复琢磨的生活语言，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责任。笔者撰写这篇文章，并非针对任何特定主持人的人身攻击，而是对所有客语节目的共同提醒：当社会组成早已不再是单一族群时，透过媒体听见母语，往往是最重要也最有效的语言环境营造方式。若连第一线的节目工作者都不在意，甚至流于随意，那么客语的消亡恐怕只是时间问题。真正值得尊敬的主持人，或许未必得过多少奖，却必然对语言保持敬畏，愿意让语言成为自己必须承担的重量，而非方便取用的工具。若连金钟都无法提醒我们回到这个最基本的要求，那么令人寒心的，恐怕不只是一位长期收听的听众，而是一整个仍在努力不被消音的语言社群。